第二個咧就係定力法逆復式，就係源於咩咧？周顯嘅五德宗始說，周係火德，秦代周而起，所以佢係水德，因為水克火。秦為水德就以10月為歲首，色上黑，素上綠，嬴政以剛毅嚴肅為主。咁我都係咁樣背啦。咁不過咧有啲好啲嘅方法幫你背啦，即係你首先水同火又好簡單啫，OK 嚇。咁第二個咧點解秦會以10月為歲首，又色上黑咧，又素上綠咧？咁我嘅記法咧就係源於呢個啦，即係由於佢係第一個統一王朝，所以佢係同你講 hello 嘅意思。10月有咩節日啊？各位同學？Halloween 係啦，非常好。咁佢係同你 say hello 啦，所以佢以10月為歲首。咁 Halloween 嗰位除咗南瓜之外都係扮黑色噶啦，所以色上黑。OK， 咁素上綠咧呢個就冇計啦，我自己會背嘅。但係如果你真係要去教書咧，就用少少大陸諺語嚟㗎，即係而家大陸有個 term 咧，我都唔知點嚟嘅，就叫溜溜溜啊嘛，你知唔知㗎？即係好勁的意思，我唔知你點嚟啊。總之佢就好勁啦，係啦，佢素上綠，黑色就係嚴肅為主嘛。各位出訓都係着黑色嘅，搞掂。